大家好，我是王祖涵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这是台北树林，今仔要拜访的小主人，因兜是伫咧市场内底卖酱菜。听讲伊最爱找人开讲，卖四界主拢找人拍招呼。唔知因伫市场内底生活是啥款？咱来甲看卖。所以这里你已经洗甲透透啊呢？对啦。你讲啊？哎，伊一天做几粒的馒头？你捌问你知影1000几粒无？敢是1200多个。哦，1000几粒。哦，你真正有记的呢？啊是头家主动甲你讲，还是你家己问？我家嘛。哦，你家己问。所以你才好奇问伊一天做几粒安尼？哦，大哥，谢谢。好好，多谢哦。啊？我出惊。你惊啥？歹势。歹势？你原来系歹势？我真正歹势。真正？阮就咧后壁遐翕。哈？后壁遐翕。你免讲细声话，你直接放出来。你咧后壁遐翕就好啊。哦。知无？袂啦，你着自在，你当做因拢无听。你唔当对啊？无法度。会知啊。我拢假做因无听，我拢当做当然咱两个做伙在神奇啊。无法度。无法度。这个。这单你有熟悉？你知无？这单伊内底有一个查某囝，我伊若果伊有来，伊拢会甲我算。哦，伊拢甲你做伙算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我来找你玩喽。现在在开心算啊。要怎么收到你？要怎么收到你？咱顾大拢爱无用上。不过人客有咧遐看，就是要去摸，就讲莫摸，你要爱啥安尼。哦，你看无？因为有可能伊的手，就有可能有摸到裤骹，啊，佮甲物件放落，有可能有一寡物件臭臭啊，发酵啊、发霉啊迄种。哦，所以咱遮卖有啥物？腌瓜就是内底的瓜，我之前有帮忙拍，你有倒拍过？啊，才有写破布子，就是泡泡子嘛是恁家己下。啊，咱煮泡泡子，毋是讲会有迄青汤，阿嬷讲啥物，就是有可能，就恁内底身体好。啊，讲你知为啥物迄要放一个碗内底要放茶米的？啊，因为要互迄土地公伯啉的。迄个是要互土地公伯啉的。敬茶啦。哦，算敬茶。咱来讲到敬茶。对，但人敬茶是伫咧可能伫咧神桌还是顶悬，但是恁是放伫咧单位头前。阿嬷有甲我讲，就是等到暗时收大收好啊，我就是安尼。比如讲，这是涂骹嘛，遮涂骹是位遮，到一遮，对，拢会用敬茶来安尼撒咧涂骹。哦，啊，对咧涂骹。就变做一条线。对。对。肉的酸菜在哪里？你买啥？要卤肉的酸菜。哈？卤肉的。哦，萝卜。你讲你要爱萝卜的咸菜？我要100个。好。哦，免遮济。收你100块。我来，中350你。啊你呢？好，好1斤哦。这是阮阿公是咱家的老板。阿公，你即马做老板有啥物想法？精神足好，心情足好。那你讲啊，做老板是要做啥物用的？做老板，收钱，做物件啊，未趁钱啊。阿妈，啊你即马做老板娘，你后盖有啥物想法？哦，我摆哦，
这个趁少侪钱，啊，要做足好食的物件，有人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你要变做一个厨师对吧？对哦。好。阿公，你想要给我试食啥物？咱去当归先去。好，咱先去当归。当归先。好，来，咱两个做伙。我出这边。这吼免煮，完了就叫我配饭配糜。我直接。直接啊，你食去倒来，可以。甘。就像沙西米内底迄道。这是沙西米内底道理，所以其實沙西米會使配鹹蛋龜。你安尼傷大隻啊！你安尼傷鹹哦，你較細隻。如果我会食哦，较大地嘛食。好食啊！好食無？我食来吞的拢无无。你攏無無？好来，菜脯好来，来你看阿红这条的，好。这是3个外要4个月，你食看。这款的就爱拍3个月的时间。来，这条你才会当做这款的。阿講，你食看卖啊？這無講。但是我若水時無夠來，我就食袂出來。这敢若20幾係，我年但係食會出來，較久的這較鹹。較久的較嫩。哦，嘿，口感嘛較嫩。嘿。對。来，这个你搁食看卖。時間較短，這個是較。这个你搁食看卖。但這色水嘛較无共，都不一样。無共，愈來愈烏吼。啊，这个你会食看卖啊？较大喙。這個較軟。这40幾年。這40幾年的。哦，你咧食着。 40幾年的無俗。好食。都較香。比食什麼較貴。比食什麼都較貴。不一樣。足貴，阮一兩2千。 你家己關起啊！哦，算起這是伊平常時賣米伫遮喲。係啊，細漢來時。看內底伊佫有厝迄紙房。係啊。對啊。好。伊攏在你會困去袂？熱天的時在內底困。對啊，內底有涼無？吹電風。我傷大張啊，無我就甲你佇內底。會啊。袂使啦，這啥物會着？有時做無啥物件就你去內底。 哦，你就人客較少，較免無閒，你就入面來。媽，你落你下功課。啊。這英語你敢攏會曉讀？ 哥哥甲你問咧，你寫較足專心讀英文。對，我傳講你遮嘛讀英文。有啊，這全部攏讀完啊。你攏讀了？啊，你攏看有？看有啊。攏知影意思。Most people think volcanoes are either sound asleep or blowing their tops up in fiery ash, spewing catastrophes. 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人拢想讲，就是这种火山，就是像咧困，就是像活火山甲死火山呢。哦，活个。伊内底就是活个甲死个安尼。嘿，是安尼你英语会遮好？因为有读过啊。哦，你有读过就晓。啊，你伫倒位学的？哦，伫姑姑学校就对啊。你讲你的英語是伫姑姑因遐學的，啊，所以姑姑恁遐英語佫有教安尼英語傳台語哦？無英語就是英語，無你傳台語嘛。啊，所以這是伊家己的。伊家己攏會貫通的，會曉醫生會曉台語，對。啊去阮遐學英語，你知影這個講啥？會翻譯出來。哦，佫落翻。對。嘿，所以就會曉3種語言。幼幼班讀到今嘛？嘿，哦，幼幼班就開始。嘿，啊，即嘛小學3年級讀7年啊。啊。 小李狗吧。25，即嘛这350。來，阿媽250。哦，謝謝哦。阿媽，ice cream 好。English. How old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9 years old. You stay in our school? 英語特別溜呢。
看你较搞伊。你会使改加讲。你该讲。Oh, Yeah. you are pretty boy. I say, young boy, how old are you? 9 years old. Young boy, I know they off. You can't hear phone. Stay, Yes. they're pretty boy now. 哎呀，pretty boy。 Pretty boy 啊，你讲嘛我是？当儿 friend，子。我是 friend。哦 We are friend。 Oh, 对 okay. 对对 It's 对 my friend. ，Yeah。 Somebody get a picture now. I don't want it. 好加油！大家哦。那个超萌，你把它开。我袂啊，我爸啦，拢顾食迄。酱菜哦。你还等人有咧看，哦，毋是安尼主动化。唔是？哦，所以恁拢是。就是你看上我多啊咧，对。你摆啥摆啥？就是看有咧看的迄种啦。而且真正好食哦，真的你一定爱食。你无食你会。买好买好。还佫有豆乳、黄来、嘿，红枣。那个啥？你爱食这啊？哦，龙眼不错啊。你这是我好啊，我就买一包，哎，一包多少钱？阿嬷一包偌阿妈。济？一斤4好，吧。那你就称1斤给我。好，好，你很会做生意呢，哈，对啊。小朋友。阿嬷，用这一斤一下来对起来。哎，对，好。感觉拄过才搞做生意的囡仔。爸嘞，哦，厉害！今麦少年人开咧。对啊，细汉就安尼4吧。那叫来交关哦。好啊。啊，该来要偌济？好，无问题。你要甲倒打咱嘛无要紧。好，要甲趁钱啦。阿妈，你无互伊斗做，无互伊工钱哦。因为伊食我嘛，嘿。到我厝嘛，电话水道瓦斯电话拢我出啦。哦，有影。阿妈，你假使你敢会使接受？阿嬷早时拢4点才做工，做到暗时啊10点到。阿妈真是辛苦。阿嬷，我嘛感觉你会使搁困较晚啊，你会使像你看啊7点半开始排单啊。你会使安尼讲，你会用安尼讲，你定叫我困较晚，我靠袂免哦，不可能。啊，你冲豆腐吗？来，你爸爸也是来。哦，你要最后爸爸食，对吧？有儿子的味道，好香。你也是迄支，啊，我甲阿红哥哥拢也这支。加一啊！又呀，加一啦，加一，哦，有无？哦，该会是共一尾。这只是啥？有过。哎呦，哇塞！哎，安尼头搞啊对，好，轻轻啊，哦，轻轻啊，好，来，哎，收走。哎，过来，我搞一搞来。伊有偌大汉就缀你出来钓鱼啊2岁外。2岁外就甲伊带咧。嘿，做工课，嘿，用啊，甲伊对玩出来。对，啊无用嘛，谁无用？无用的时阵。有咧搞，有咧我搞。看伊敢就爱甲你出来钓鱼。哎呀，钓鱼足好耍的，对啊。算讲一种足好的娱乐啦。啊，钓到迄个感觉，有咧搞。对啊。啊，钓到迄个，哦，迄个体会，你就有咧搞。有咧加咧加。唔少，哎，我都有感觉。看头前，我都有感觉鱼仔咧食，感觉，细只。希望咱即个会使钓到大只。好啊。这是咱厝的咧卖酱菜，高水搁碰皮的小少爷煮汉。啊，你带我来这是倒位？山顶的蓝道。哦，山顶的厝的。好，啊，你要带我来这创啥？互你带你行你爸内底看。好啊，安尼你带我行。
但是我甲你讲，嘿你若小心有蛇。哦，爱说是有噜。好。是毋是因为咱两个命拢有水，咱才会一起来山顶就甲咱落雨，有较淡就是啊。有龟壳花哦，骨咖啡，有骨咖啡，我讲伊顶间有看到安尼，啊眼镜王，够百步蛇哦，然后你叫伊夹着100步，对无？毋是你100步以内，啊袂到100步，就安尼。因为迄是剧毒。对啊，迄是动作，足恐怖。你个知影什么蛇？真正咧遐个，已经死啊吼，已经死啊啦。啊，这死啊，这喙齿嘛有毒哦，这喙齿嘛有毒，袂使去甲弄着哦。啊，这只是啥？龟壳花，你看伊迄是三角头，有无？毒蛇就是三角头。你的，等我啦。像那个爸爸，爸哦，你爸爸就搞爸你叫，爸爸你哪会这厉害？伊个会响猫头鹰声。我要听猫头鹰。猫头鹰头前一只有。你是迄猫头鹰白仔囝？顶头迄个拄好人伫咧老鹰的迄种声无，所以咱来学伊啊。你敢有听？迄是人。说哩哦。来啊来啊来啊！甲因洗身躯。啊，你还袂甲我讲啊，所以咱要做啥？哦，就菜脯咧。哦，要做菜脯。所以你要洗菜脯，互大家看。我甲你讲，你要安怎录好无？你莫摕遮。对，我甲伊录着伤呢。咱两个看起来就普龙讲的。你感觉会吗？我感觉会。好，啊刀，头尾找一个，好，啊刀放掉。愈找愈无信心。别。惊啥？像这款乌阴天晒袂焦啊，到底什么时阵是较适合？夏天。哦，热啦。你若真正做大量，应该是规个。规个。不是食白咧遐全部。规个店拢是。哦，佮拢100斤的，上100斤的。装这的时阵咧，咱赶快袂使互水入去。对。然后湿气愈少愈好。对。啊，所以咱装的时阵，咱就爱下手较猛。对。啊，紧甲弄。哦。所以照讲嘛是好天的时阵拍好，啊好天的时阵紧甲装转开。啊你是汉得安尼绕跑，我想讲伊伫边咧休困，对啊忝嘛。地景这透明馆啊，就是为着要较好看，观察讲伊内底的状况，啊，甲内底搁存偌济菜脯。嘿。哦。一天的台语课，咱今日要介绍的是酱菜。头一项，导入 fermented tofu beancurd， 伊是用豆腐、辣椒甲豆油做的。搁一摆，导入。第二项，手丁 fermented， 伊是用米做出来的。搁一摆，手丁。第三项。菜脯 dry radish， 伊是用菜头甲盐做出来。搁一摆，菜脯。第四项，洋龟 pickle melon， 伊是用豆腐甲盐撕出来。搁一摆，洋龟。两个甜不辣，两个猪血汤，两个肉丸，啊，两个油粿。
弄两个。耶，到厝。你叫。耶。大家做伙来食饭哦。敢是饭。加油粿，加油粿。好。咱每一个人拢来讲，迄子汉的时阵代志，也是对伊的看法。对。卖。袂，我就是调工啊，我就想要听看卖大家对你的看法。卖。啊无，为姑姑先开始。真够讲话啦，就爱讲话。真够讲话。有时仔话较济意思啦。认真读书起来是袂歹。真正。吼，嘛有会斗做工课啦。系啊，对啊，工课嘛。较莫甲阿嬷搭喙骨啦。吼，爱甲破壳。我看阿嬷咧笑，来，阿嬷。啊，吃。阿嬷，你甲我讲声。啊。家乡群众做工课啊，鸟鸟笑。对，家乡群众做工课鸟鸟笑。你这句还好看的，这句就好用的。我拢叫伊。阿嬷每一家拢会讲，我好静唔静，歹静唔疼。那王子安哦，来甲阿嬷应话啦，有哪叫伊做工课我做，我拢叫伊去洗便所。路便所，安尼恁兜的便所有大不时足清气。阮兜便所足清气，常常拢足清气哦。常常拢足清气，因为常常好叫来好啦，啊个高。好，好你高。妹。好，会使吼。好，好哩。好，来轻哦。好啦。来这里哦。好啦，好。来，你豆腐，你嚟。弄个切切。弄个切开。哇！好，安尼好。我感觉子汉是一个足够讲话的囡仔，像伊咧单位介绍种菜的时阵，伊会使自头介绍到尾，然后伊的反应嘛真紧。你若是问到伊啥物唔知，伊嘛会用约啊，约一个大概答案，互你知影。就我感觉嘛趣味。咧爸爸咧教我切菜头的时阵，伊嘛是看到爸爸足专心咧教我，伊就家己就点点就我去边啊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讲，伊是一个，就是会足够把握机会表现，嘛表现了足好的囡仔。毋过若是伊的风头风抢去的时阵，伊嘛留较有性格安尼。过来上趣味的就是我看伊甲阿嬷因咧读册的时阵，因为因两个一句来一句去，相拢无要让相，而且煮饭嘛袂较输阿嬷，对，两个袂输咧结头壳共款，愈读头壳愈好的迄款感觉。我感觉讲，这就是因兜才有的迄个模样。好食，我我觉有可能两地啊，三地。哎呦，对啊啦。这我就介意。这就介，你就介意迄款甲空间较有关系。就安尼释放压力。你有啥物话想要对爸爸讲？无。你当想要家讲？我想要钓鱼，我想要上去去啊！我想要上那个。我就知，敢无一寡较有感情的话，除了这款要讨佚佗的。